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 topic，叫做病房裏邊看見神。2026年嘅3月5號至10號，我就瞓咗喺醫院嘅內科病房裏邊。想分享一段經文，就係馬可福音嘅2章17節。健康嘅人呢，用不着醫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本來不是召義人，乃是召罪人。網上面有一個嘅名詞叫做躺平啊，我今次真真正正嘅躺平啦，一條胃喉，一條靜脈滴住啦，或者我哋俗稱叫吊鹽水啦，另一條就係尿喉啦。三管齊下呢，我終於都真係要躺平啦。喺一個完全躺平嘅情況之下呢，我反而睇到3件事。第一呢，就係睇到人嘅呼喊啦；第二睇到人嘅脆弱；第三呢，就睇到神喺度尋找緊人。先講第一個嘅故事。喺第一天嘅晚上，正正係喺2-3點，我嘅床鋪嘅斜對角啦，有個男士大概30零歲咁樣，咁就喺度，本來係一個安靜嘅房間裏邊呢，就佢打破咗呢個嘅即係寂寂嘅房間，佢就喺度開始呻吟，救我啊，救我啊，救我啊！係嗌得係好低沉，但係十分之淒厲。佢都唔係一次喊，亦都係一直咁喊啦。全個病房都聽見佢嗰種痛苦嘅聲音。醫生又嚟，護士都有嚟啦。但係實際上做到嘅好少。聽見啲護士就喺度細聲講話，喂，佢掹晒嗰啲嘅豆啊，即係豆就係愛嚟做注射用嘅嗰啲儀器啦。咁係都相當之痛嘅啦，即係插落去嗰下啦。但係即係嗰個男士就係好痛苦。俾我一個好深嘅感受就係，其實全個世界都喺度喊緊同一句說話，就係救我。唔同人用唔同方式去到喊叫緊，有啲人就係用錢去到喊叫，有啲人就用成功去到喊叫，有啲人用娛樂，或者有啲人係用宗教啦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正步向緊死亡裏邊嘅時候，但係嘗試都係掙扎。我哋都用唔同方法去到幫自己去做喊叫。其實背後嘅都係同一句說話：邊個可以救我呢？第二個嘅故事就係人嘅尊嚴。喺醫院裏邊，我哋即係發覺一件事啦，就係人嘅尊嚴係十分之脆弱。我哋平時喺外邊嘅時候，有工作、有身份、有家庭、有娛樂、有各樣嘅嘢，但係喺醫院裏邊咧，呢啲全部都要消失。大家都係同樣着同一件嘅衣服，都係喺病床上邊，都係需要被人照顧。咁而我喺24小時裏邊嗰個嘅尿嘅量係好少啊，醫生就擔心我休克啦。一位嘅男嘅護士就過嚟，就同我講話，佢要幫我插呢一個嘅尿喉，相當之尷尬。一位男生係去觸碰我嘅生殖器嘅時候，係要將一個嘅尿道管去到插入去，將啲尿去到排出嚟，咁係十分之尷尬啦，又唔好舒服啦。過咗幾個鐘頭之後，就發覺個大髀嗰度有少少，即係條尿喉壓住嘅位置係令到唔舒服啦。後來咧，有位嘅女護士過嚟睇我啦，就叫我除低嗰條嘅褲啦。喺冇迴避嘅情況之下，我當時候都真係有啲尷尬，都難為情啦。始終都係一個年輕嘅女士，但係都無可奈何啦，咁都係做咗一件咁嘅事啦，因為真係壓得實在太痛啦。咁喺病床上面真係冇咩嘢可以值得誇口啊！亦都係喺嗰幾日，我認識一位嘅老伯伯啦，
咁啊，佢年輕嘅時候聽佢太太講，佢係好中意飲酒同埋食煙，所以佢而家係患上咗肝癌同肺癌。咁都醫生已經叫佢話只可以做一啲嘅即係化療嘅情況啦。咁我就問佢太太，佢而家嘅情況點啊？佢好似有啲緊張，咁就煞有介事咁就話，佢而家生活都質素好好㗎咁樣。意思即係話，雖然佢而家有 cancer， 但係咧佢仍然生活過得十分之好。嗰個時候心裏邊咧有一個好深嘅感受，就係當人要面對死亡嘅時候，人仍然都要保護佢自己嘅尊嚴，好似要話俾你知，我仍然生活得好好。聖經卻係咁樣提醒我哋啦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。嗰一日咧始終都要嚟嘅。問題就係嗰日嚟到嘅時候，我哋準備好嗰個嘅審判未呢？第三個嘅故事，上帝仍然喺度尋找人啦。出院嗰一日，我同一位病房嘅病人去到傾偈啦。佢今年77歲，我問佢：你係點樣信耶穌㗎？咁佢就慢慢同我講佢嘅故事。佢話好多年前佢係一個小販，生意唔錯。最好嘅時候嘅收入係普通有工人嘅3-4日嘅人工。有一次咧，佢同佢個仔返大陸，有人教佢一啲嘅茅山嘅咒語，佢就將嗰個咒語放咗喺佢個仔身上。咁佢覺得冇乜特別啫，咁樣都係口噏噏念念有詞。之後就發覺佢個仔有啲唔對路啦，就喺度跳舞，耍晒舞姿。咁佢冇講我點樣跳舞法啦。咁但係嗰一次咧，就令到佢好震驚。從嗰時開始咧，佢就相信啲鬼神嘅力量，甚至咧開始接觸啲鬼神。後來有一次佢發夢，發夢裏邊有一個聲音同佢講，佢話：你唔好喺呢個鬼嘅地方玩啊！呢一個唔係你嚟嘅地方嚟㗎。咁佢講嘅時候就好似我而家咁，心裏邊都打咗個冷震。但係從此以後咧，佢就話佢再冇接觸嗰啲嘅事情啦。後來佢冇做生意啦，咁佢就去咗一間學校裏邊做 secure 啦。咁有一次學校嘅活動咧，就需要好多人幫手。嗰個原來係一個基督教嘅復活節嘅聚會啦，咁佢就幫手去接一啲嘅材料，總共一接咗幾百份喎。咁從嗰次開始咧，老師就同佢做咗朋友啦。老師就邀請佢信耶穌啦，咁佢接受咗。大概6年前，因為疫情啦，身體不適啦，佢就冇返到教會。咁我就同佢講：等你好返之後咧，一定要返教會啦，一定要去到重拾返教會，上帝等緊你。咁我聽完佢講，我心裏邊好清楚，呢一個唔係偶然嘅。我出院嘅時候，上帝的而且確喺嗰日俾我係睇見上帝喺個病房嘅裏邊，佢喺度尋找緊人。佢不單止尋找緊呢一個嘅弟兄，上帝都尋找緊我。病房裏邊嗰幾日俾我睇到3件事。第一，我聽見人嘅呼喊救我；第二咧，我睇見人嘅脆弱啦，亦都睇見上帝喺度尋找人。福音嘅核心係乜嘢咧？醫院就係一個治療身體嘅地方啦，但係教會佢係治療靈魂嘅地方啦。醫生可以醫治身體，但係只有耶穌基督可以拯救人嘅靈魂。耶穌話：健康嘅人用不着醫生，有病嘅人先用得着。我本來不是召義人，乃是召罪人。點解需要救主？因為人有罪。聖經咁講，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嘅榮耀。有一啲人話：我都冇乜犯大罪啫，大罪小罪都係罪。你有冇講過大話？我有。你同我都係騙子。你有冇攞嗰啲唔屬於你嘅嘢？物質、別人嘅時間、人哋嘅名聲？我有。你同我都係賊仔。又或許你有冇用過色欲去到望個人呢？用個情欲嘅眼神去到望個異性啦，又或者係同性啦？
耶穌咁講，佢話：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嘅，這人就已經與她犯了奸淫啦。你同我都係犯咗奸淫嘅罪，罪讓到人同上帝隔離，罪讓到人活喺死亡嘅陰影底下，罪讓到嗰個審判嘅日子無處可逃。呢一日咧一定要嚟到，而嗰日嚟到之前，我今日首先問你，你嘅罪邊個幫你承擔呢？你嘅善行不能夠救你，你嘅宗教都不能救你。神嘅公義，因着佢係聖潔，佢嘅公義，你同我咧都應該要死。但係耶穌嚟到，佢係神嘅兒子，佢本身冇罪，佢嚟到呢個世界，為着到你同我嘅罪，死喺十字架上面，3天之後佢復活。佢係唯一一位能夠承擔你同我嘅罪，而呢一個就係福音。我哋唔好以為要努力做好人，而係有一位已經為你同我嘅罪付上代價。喺十字架講2個字，成了。喺十字架佢嘅死成就咗上帝嘅救恩。最尾想講就係喺病房裏邊，我聽見有人嘅呼喊，我喺病房裏邊見到人嘅脆弱，亦都更加重要嘅一件事就係上帝喺今刻裏邊佢正在尋找人。弟兄姊妹朋友，人唔係單單只需要醫生，人真正需要嘅係救主。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為你嘅主，個人嘅主，生命嘅主嗎？如果係嘅話咧，盼望我哋一同嘅悔改，承認耶穌基督係我哋唯一嘅拯救。佢用佢嘅血洗淨我哋嘅罪，以致我哋唔需要被審判。我哋有一個嘅生命嘅盼望，就係今生，就係今日，就係呢一刻。讓我哋一同去禱告。親愛的主，讚美感謝你，多謝你俾我哋有一個喺醫院裏邊見到你嘅一個嘅機會。主啊，求你都幫助喺熒幕前面嘅朋友啊，如果佢願意去到承認你係作佢個人嘅主、生命嘅主嘅時候，求主你親自彰顯喺佢嘅心裏邊，佢一生所犯過嘅罪，得罪咗你嘅地方，以至到俾佢承認佢都係需要你自己嘅拯救。主啊，你嘅靈與我哋同在，俾我哋見得到你自己嘅真實。你喺2000年前十字架上面流出嘅寶血，今日仍然有效。你話過，凡勞苦擔重擔嘅人來到你面前，你就必使他們得到安息。我哋勞苦擔重擔係因為我哋嘅罪嘅緣故。我主啊，求你幫助，叫我哋有一個重新得力嘅靈喺我哋當中，求你嘅寶血洗淨，以致到我哋可以成為真造嘅人，因着耶穌基督你自己嘅得救嘅聖名，讓我哋認罪悔改，喺教會裏邊學習點樣做一個嘅人，一個正直嘅人，一個按照你形象樣式所做嘅人。多謝你，我哋知道我哋講嘅會有限，但係你自己嘅靈與我哋同在，教導我哋走義路。多謝你聽我哋禱告，讚美感謝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如果你有跟住我頭先嗰個禱告，你係成為上帝嘅兒女，呢個只係開始，並不是終結。我哋都需要繼續喺教會嘅裏邊成為上帝嘅兒女，與其他弟兄姊妹一同嘅學習點樣成為一個新造嘅人，放棄以前嗰啲骯髒污穢黑暗嘅事，去到行走天路。願上帝祝福你，再見。